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今天是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2021年新春第一场要介绍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。这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热门非常热闹的一首歌呢。这是杨泽先生唱的《那是有一天》。最近呢，一直听到有人在翻唱有人在这个教唱来，我们也来介绍给大家这首这么好听的歌曲。来，这首歌呢，作词是洪金生先生，作曲是洪金生和林嘉怡他的这个4拍子的歌曲，那速度呢是70。来，咱赶紧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。那是有一天，我会记你我的名。麻烦你就详细讲给我听看到 V 记得要欢喜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风雨，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欢喜第一段就到这边来，我们来先来唱。是有一天，歌谱来哆哆哆瑞咪，欢喜哆哆哆瑞咪。那是有一天，那是有一天，咪瑞瑞咪瑞哆啦，咪瑞瑞咪瑞哆啦，我袂记你我的名，我袂记你我的名。啦啦嗦啦啦啦嗦哆瑞瑞3字，啦啦啦嗦啦啦啦嗦哆瑞瑞3字，麻烦你就详细讲给我听。3字，麻烦你就详细讲给我听。2、3字，来，我们把前面连起来。那是有一天，欢喜我袂记你我的名，麻烦你就详细讲给我听。2、3字，嗦嗦嗦啦嗦咪嗦嗦嗦啦嗦咪，讲咱的故事，讲咱的故事。有2个音哆哆啦嗦哆啦，哆很短要注意，哆有2条线很短哆哆啦嗦哆啦，一生的风雨，一生的风雨。这里要休息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咪哆咪瑞咪哆2、3字，从这里来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咪哆2、3字。加虽然是唱咪瑞咪哆，但是呢，要唱字的时候，要唱歌词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所有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所有后面有个 o 对不对？所以我加了个装饰音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3字，来过一摆。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3字，我们从这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风雨。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3字。好，接下来呢是第2段歌词，前面很像哆哆哆瑞咪，你看哆哆哆瑞咪是不是同款是咪瑞瑞咪瑞咪咪瑞哆啦，只有这里没瑞咪咪一瑞瑞咪呢
咪瑞咪咪瑞哆啦。这个人呢，唱的时阵，唱歌词的时候，人要加一个装饰音嗦啦。若是有一天，你袂认得我的人，咱读字的时阵，咱用读的嘛是读人，所以唱一定是爱唱人啊，毋通袂记得我的人，安尼人就韵味就跑掉了哈，所以一定要人。若是有一天，你袂认得我的人。啦啦啦嗦啦啦啦嗦哆咪瑞三字这里呢，请你唔通记住啊，这里也是一样啊，我的南有一点变化了哈。啦啦啦嗦啦啦啦嗦哆咪瑞三四，请你唔通闭口音，我的南也是闭口音。请你唔通记住我的男儿三四，请你唔通记住我的男儿三四，嗦咪瑞咪瑞哆，嗦咪瑞咪瑞哆，我的心坎。卡爱坎哦，要闭口啊！我的心坎，哆啦哆啦嗦哆啦，哆啦哆啦嗦哆啦，有小小的温暖，有小小的温暖，温暖啊，要轻一点哈。有小小的温暖，咱家若是有一天，你袂认得我的人，请你唔通记住我的人。要闭口，而且要收尾音哈。我的心坎也是要收尾音，要记得哦。有小小的温暖，瑞咪嗦啦瑞咪咪瑞哆二三四，瑞咪嗦啦瑞咪咪瑞哆二三四。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，每一暗，每一暗。这个记呢，我有加装饰音啊。每一暗，每一暗，这要轻轻的就好啊。你太用力这就会唱不下去，就唱不完了哈，时间上短嘛，所以一定爱轻哈。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，三四，我的心坎呐，我的心坎有小小的温暖，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，三四。唱到这里，看到2条线啊，我们就知道主歌唱完了，再来就副歌了哈。来，瑞瑞瑞哆啦哆瑞，瑞咪咪嗦瑞嗦咪，从这里来，瑞瑞瑞哆啦哆瑞，瑞咪咪嗦瑞嗦咪，虽然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。这个袂叮当，我们家的装饰，行到行到袂叮当，这里也有装饰音。虽然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叮当。我一摆来，虽然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叮当。咪嗦啦啦哆哆啦哆啦嗦，
停，咪嗦啦啦哆哆啦哆啦嗦，停停来，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，三四是咱双人一生厝因，是咱双人啊，跟刚刚这个狼一样啊，有装饰音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唱成狼。是咱双人，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，三四望啊，愿望有尾音啊，这个望啊，请大家要一下哈。虽愿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，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。三四哆啦嗦啦儿，嗦啦啦嗦嗦咪瑞咪。哆啦嗦啦儿，嗦啦啦嗦咪瑞咪儿，总有一天，身边减一人，身边会减啊，有两个音啊，多好呢，减一人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收尾音呢。总有一天，身边减一人。来，这里休息半拍。瑞哆瑞啦啦啦嗦，瑞咪咪瑞咪瑞瑞咪瑞哆。瑞哆瑞啦啦啦嗦，瑞咪咪瑞瑞咪瑞哆，就结束了哈。唔通袂记哩咱来生再来看，还在这边来，唔通袂记哩咱来生再来看。这样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完了。来，副歌再来一次。虽愿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，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。总有一天，身边减一人。唔通袂记哩咱一生再来看。来从头，若是有一天，我袂记哩我的名，麻烦你着详细讲互我听儿，但是。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风雨，愿说我会想起咱的所有。若是有一天，你袂认得我的人，请你唔通记绝我的人。我的胸坎有小小的温暖，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儿。但是虽愿年成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。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，总有一天，身边减一人，唔通袂记哩咱一生再来看。这首歌就给您介绍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